来看台南的消息，北门南昆新大天府这个昆新王平安盐节，这个盐节呢，这个月11到13连续3天，欢迎乡亲伫这个活动期间，做到北门去看老人。 台南市北门区南昆新大天府举办平安盐节，今年庙方特别设计6种无同款的平安盐碟啊，其中5种是结合北门区附近的庙宇。 今年刚好适逢本庙建庙360周年，所以我们庙方为了庆祝360周年的庆典所以在今年平安祭特别举办3天。今年平安盐节在地出名的舞团嘛特别去正卡盐产奏表演，会伫12号佮有13号下晡演出。 那今年我们特别在我们金仔角含盐田推出了300多年来的第一支舞，然后我们跟当地台南在地知名的一支舞集去导演的这一出舞。昆新农平安盐节会伫11月11到11月13举办，欢迎民众来体验台南在地文化。